因为咱国内定定传出讲有药无地买，社署的必要药品的清单决定讲要对2档公告一改，改做1档公告一改哦。上新一批的必要药品嘛扩大到597项，除了癌症、抗感染、个性血管药品占上多，嘛包括今年正欠货的生理食盐水。疾管法上原厂输入的血压药，明年1月起会退出健保给付。社区药局药师就烦恼，未来可能阁会有一段相关药品欠药的空窗期。阁发生进前，市长对只有3成的进口人工类药退出健保给付了后，类似的欠货状况。举类兰来讲，今年1月到现在，人工类液我们都拿不到货。所以说由这个前车之鉴，你说6成的话，你要多久？当地社署有个修正必要药品清单草案，未来当年会修订公告，上新清单也会扩大到597项，包括最近欠货以专案进口的需要。虽然当年随时检讨立意真好，也不过药师犹原希望政府会当将清单标准的重要指标单一药厂市占率6成往下修，因为过去经验，市占率3成左右，就会让供货端受到影响。6成的选定当然是我们有一些参考的一些指标去做一个评估出来，订不到药的话，因为我们有西药供应平台，那就请这些基层的医疗院所要来跟我们做通报，那我们就会去调查什么样的原因。社署强调，必要药品清单拢是参考世界卫生组织每2年修订公告的清单。也不过考虑战争等因素，影响供货稳定度，也爱配合咱国内需求甲状况，所以做出修正。记者综合报道。